自从2025年7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经验上帝国的工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9章第1节到4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。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，保罗经过内陆的地区，来到幼所，伫遐有拄着几若个门徒。伊问因：恁信主时有领受圣神无？因应讲：无，阮到今毋捌听到讲有圣神。保罗阁问讲：安尼恁领受的是甚物洗礼？因应讲：是约翰的洗礼。保罗讲：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，伊叫以色列人着信缀伫伊后面来迄位，就是着信耶稣。因听了就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。保罗一个甲因还手，圣神就降临伫因身上，因就用灵语讲话，搁宣讲上帝的信息。因拢总有12个人。保罗连续3个日久，入去会堂好打传道，甲人辩论上帝国的事，苦劝因信主。不过有一寡人固执毋信，伫会众面前诽谤主的道路。保罗就带门徒离开因，逐日伫吹拉奴的讲堂甲人谈论。安尼继续2年久，所有住伫亚细亚省的人，无论犹太人也是希腊人，拢有听见主的信息。上帝用保罗的手行其余的神迹，甚至有人摕保罗用过的手巾，也是围裙，放伫病人身上，因的病就好去，邪神就对因出去。迄时有几若个行江湖得赶鬼的犹太人，嘛想要借主耶稣的名制压邪神附身的人，讲：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，命令恁出去。犹太的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囝嘛得做即款代志。毋过邪神因讲：耶稣我捌，保罗我嘛捌，恁是甚物人？迄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饲我去攻击遐个行江湖的，甲因制服，互因受伤，赤身裸体对迄间厝逃走。住伫幼所所有的犹太人甲希腊人，听到即项代志，拢真着惊。主耶稣的名大受尊崇。有真侪已经信的人出来，公开承认，搁报人知因过去所做的代志。有真侪惊邪术的人摕因的册来，囥规堆，伫众人的面前放火烧。因计算册的价值大约有5万个银元。对安尼，主的信息一直传开，大大兴旺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保罗受圣神感动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甲阿该亚去耶路撒冷。伊讲：我到遐以后，嘛一定着去访问罗马。伊就找2个助手提摩太甲伊拿多去马其顿，家己暂时留伫亚细亚。拄迄时，关系主的道路伫幼所所引起严重的扰乱。有一个叫做狄米德的帕金师傅，伊用银做女神阿底米的庙的模型，互一寡师傅趁袂少钱。狄米德甲遐个师傅甲所有的同业集活来，对因讲：各位，恁知咱是靠即个工艺得趁钱。现在
你有看到，阁有听到即个保罗伫做诶代志。伊讲，人诶手所做诶，拢毋是神。这个话毋若伫以弗所，嘛差不多伫全亚细亚省，有互真侪人受教唆去缀因。安尼，毋若咱即个事业会拍歹名声，连伟大诶女神阿底米诶庙都会互人轻视。全亚细亚省甲全世界所咧拜即个女神诶尊严嘛会受破坏。群众一个听到这个话，非常受气，大声喊：以弗所人诶阿底米真伟大！全城拢乱起来，众人拖保罗诶同伴马其顿人加油甲阿里达古，规阵做一个冲入去剧场。保罗想要入去群众内面，毋过门徒甲伊阻止。有几若个亚细亚省诶官员是保罗诶朋友，嘛找人去劝保罗毋通入去剧场。迄时规个会场乱糟糟，一人喊一项，大部分诶人毋知因是安怎得自责。群众中间有人将扰乱诶责任归互亚历山大，因为犹太人甲伊杀出去头前。亚历山大就比手势叫因安静，想要甲因辩明。因一认出伊是犹太人，就拢齐声喊：以弗所人诶阿底米真伟大！安尼直直喊2点钟久。迄个城诶书记官互群众拢安静了后，讲：以弗所人，啥人毋知以弗所城是伟大诶阿底米庙，甲对天落倒来迄个圣迹诶守护者。既然无人会当否认即个代志，恁应该安静，毋通冲动。恁拖遮个人来遮，毋过因并无抢寺庙，嘛无亵渎咱诶女神。底米德甲伊诶师傅若要控告，有开庭诶日子，甲主持诉讼诶官长，因通提出告诉。恁若有其他诶要求，通伫定期诶会议解决。今仔日所发生诶代志，咱行了会互人追究责任，搁对即款诶混乱，咱嘛提袂出理由通辩解。讲这话了后，伊就宣布散会。经验上帝国诶工作。保罗再次造访以弗所，伊甲以往共款，尽可能到犹太会堂。保罗一连3个月伫会堂讲道，甲人辩论上帝国诶事，劝人归信基督。总是犹太群体排斥拒绝保罗传诶信息，伊就转往外邦人宣讲主诶道。即次保罗用2年，日日伫吹安奴讲堂，甲人谈论上帝国诶事。因为安尼，带点亚细亚省诶人，无论犹太人也是外邦人，拢听见主诶道。特别诶是，当保罗以上帝国诶事为念，热心传扬主诶道理诶时，上帝也借着伊行真侪新约。迄个讲，伫保罗不知情诶状况下，伊诶手巾仔也是围裙，竟然会当医病甲赶鬼。另外，当犹太祭司长诶7个囝儿奉保罗所传诶耶稣之名驱邪诶时，邪神肯定保罗所宣扬诶耶稣，却否定迄7个人，搁制服因。即件事也互耶稣诶名搁较受尊重。伫宗上巫术诶以弗所，竟然有真侪惊邪术诶人，甲因诶符咒会册
放火烧毁。保罗伫幼所的传道工作大有果效，这也互当地制作阿底米女神庙模型的银厂生意大受影响。银厂底米德为着安尼调集同业开会讨论，指出保罗传道时捌讲，人的手所做的，拢毋是神。这互幼所人拢相信保罗的话，导致因的行业蒙受恶名，生意受损的危险。因为安尼，伫银厂底米德的挑拨下，引发一场大暴动。伫这场暴动的中间，失控的群众，互保罗甲同行的人差不多无法度为家己辩驳。就伫混乱时刻，上帝借着幼所书记官的喙安抚群众。伊用阿底米女身上是天顶降落来的圣召罪，并毋是亲像保罗所讲，人的手所做的为理由，巧妙安抚情绪激动高涨的群众，互保罗和同工免伫暴动中受伤甚至死亡。保罗伫幼所的传道工作甲暴动事件，互咱看到，若毋是上帝的掌权甲带领，人所会当做实在是真微细佮有限。有一日，一位青训的兄弟来到我牧会的教会，就讲伊想要受洗。一开始我要掠做伊伫滚笑，但是伫交谈的过程中发现，伊对基督信仰有一寡基本的认捌，想要受洗并毋是一时的冲动。伊表示家己真较无追求真理，但是伫伊原本信奉的民间宗教信仰中，却找袂到答案。伫追求真理的过程中，伊无意间伫网络顶面看到关系基督信仰的影片，帮助伊厘清问题。因为安尼，伊开始逐个礼拜透过网络固定参与教会的主日礼拜直播，聆听讲道。最后，伊决定来到教会，希望会当受洗成侪基督徒。原来，咱只要认真传扬主的道，上帝会用各种方式，甲伊的儿女找回来，带领因进入恩典的国度。日想，我捌亲像保罗同款，伫参与上帝国的工作中，体验到上帝亲自同工的经历无？我捌亲像保罗同款，伫参与上帝国的工作中，体验到上帝亲自同工的经历无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将宝贵的应允赐予属伫你的儿女，互我有份参与伫你的救恩工作中，体验到你的掌权甲带领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